咱台湾在2025年会成做超高龄社会，若高雄基顶人口老化问题是介严重。高雄医学大学今仔日就到基顶的学校举办高龄体验营，让学生模拟老岁仔身躯退化、骹手不方便的情形，希望学生会当用同理心尊重时代。 学生囡仔伫街头张刮目镜，搁爱拍一个人分家规啊，伊头遐严，规身躯着大粒汗、细粒汗。其实搁重新咧办做聚会长辈，就亲像长辈目睭看无清楚，翘骨等等动作，利用趣味的游戏，互学生体验时代世界。老啊无运动，年岁嘛大，伊的啥物身躯的器官拢会退化，所以就爱体验即个工课才互阮知影老人会无方便。 一轮的体验落来，我感觉我最辛苦的，因为我排遐我排到最辛苦的，老人应该嘛是最辛苦的啦。根据民政局统计，基顶65岁以上长者比例就要破20%。高雄医学大学即摆是到基顶国中，因筹备1个月时间，设计2张3D 的地景，体验者爱用举的方式，搁爱拍人增加负重，互学生体验长辈的心理状况。边仔时段是看甲笑嗨嗨，家己嘛就去体验。因只独立吼，是该食力啦，毋过这就是阮普通时吼。 叫喊会特地去用这个动作，少年的较有同理心，对待时代有较好的关心甲感觉安尼。高医设计高龄体验营，未来嘛会继续到社区甲校园举办，互民众了解聚会长辈无方便，会当用同理心来尊重时代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